有民众反映讲，宜兰罗东的中山公园哦，环境真垃圾，设施搁后搁旧，搁定定有人会跳倒摆伫公园内底来来去去，对囡仔来讲哦是真危险。公所是表示讲，因拢有派人定期的摒扫，若有违规的状况，卖来处罚。有人咧骑机车，暗过地点煞伫公园内底。宜兰罗东镇中山公园外口，明确表示禁止骑车进入，暗过也是未少人无顾禁令。我会觉得说这里面环境不太好。有一点。怎么说？就是脏乱。公园环境垃圾四个人看到本事玻璃杆仔，甚至有人讲臭味正重，唔敢花进。公园设施也有被占用、零使用问题。他躺在那边，因为这是儿童的设施啊。如果他在那边玩，小朋友有的怕，看他这样子，就是会怕。有人直接倒伫公园处理笼顶悬困，囡仔无法度耍。中山公园就伫罗东夜市边啊，是当地上头一个市中心，管理无好，互平台怨叹真苦受。会有民众骑乘机车在里面穿梭，一些垃圾脏乱的问题。我想，公所站在一个管理者的立场上来讲，应该针对这几个地方再去做一个改善跟加强。经民众通报，或者是经我们查询得到，我们都会请我们的清洁维护厂商，或者是请我们警方协同，我们去做一个公告，再办理移除的动作。镇公所表示，有请警员每工定期针对公园摒扫，设施被占用部分，经过民众通报了，会请警员可能离开。而且政治问题已经有做劳动设施，若被处理违规，刑罚1000以上6千以下。公视新闻宜兰报道。